嚟講會有少少吃力咧，定係反而更加係一個優勢咧？睇下先。睇嚟3位都差唔多喎，依家加油加油！誒，2號開始衝出嚟啦！已經過咗一半嘅賽道啦，見到2號嘅選手好穩定咁樣領先，而後面嘅2位選手1號同3號都唔輸蝕喎，繼續努力，加油啊！係好難㗎，我知道，加油加油！已經過咗一半啦。3號艇仔嘅選手好似追得上1號咯喎，佢哋平排啦，究竟會係邊個領先？3號開始爬頭啦。1號選手都要加油加油！鏡頭一轉，2號艇隻嘅選手已經衝線啦，恭喜晒！2位選手都唔好放棄，你哋好接近啦！我哋係以計時嘅形式去進行嘅，慢慢嚟，慢慢嚟，小心少，加油加油！唔好放棄啊，仲有少少咋！1號艇隻嘅選手都接近終點線嘅紅色浮波啦，記得要越過返嗰個終點線啊！紅色浮波嘅位置，紅色浮波嘅位置。好似明顯偏離啊！好似明顯偏離，就嚟撞。好似明顯偏離咗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進行今日嘅最後一場賽事，係女子公開組嘅4A 場次。